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搁一摆当到伫遮，和大家做伙来礼拜。头拄仔嘛真感谢连长了吼，为着要串联今仔日的诗歌遐尔辛苦，因为我后来才知影讲，今仔日所串联的诗歌是真侪人拢袂晓唱的，所以要带歌的人练甲真辛苦，我就感觉哇，真正大家拢介用心，所以嘛是真感谢每一个人的努力，佮有妇女诗班的努力，嘿，这个拜日呢是中秋节连假的一个拜日，毋知这连续的放假，大家敢有放轻松的一寡活动？就亲像昨教会有项目，吼，我看到真侪人带囡仔来遮耍，踮遐有交谊，感觉真轻松。所以今仔日踮遮分享，我嘛希望讲，除了这个年假，互人心情有放轻松，嘛愿上帝帮助咱，因为领受伊话语中的智慧，帮助咱每一个人来进入伫性命的安息。所以这个时阵，请咱大家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经过一礼拜的生活，阮相信你的话语要搁一摆来引带阮的性命。愿你的圣神帮助阮的心柔软，互阮通明白你的话。主啊，因为阮希望阮一生的时间，拢会当掠着迄真正重要的、永远的事务。这也是你应允要互阮的祝福。所以阿爸爸上帝，愿你帮助阮今仔日拢搁一摆来遮做你面前的囡仔，你的学生，互阮因为听到好的声音，你的声音，心中就喜乐。愿主帮助阮，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中间若是有信主一段时间的人，拢知影，当咱决定要相信耶稣的迄个时阵，迄拄仔是咱信仰的开始尔。因为当洗礼洗了，后来的生命中，要安怎伫所有的代志顶面继续来警醒，来分辨，知影啥物是上帝的旨意，等到主耶稣基督过来，这是上界困难的代志。今仔日咱所要读的雅各书，就是讲，是一本非常看重信徒相信耶稣了后，要安怎伫过来的生命中继续行这条路的一本册。伫雅各书内面，咱会当看起雅各伊真详细讲真侪实际的物件来引带已经信主的人要安怎来知影家己所行的路是好的还是歹的，啥物是真正的信徒会做的代志，啥物毋是。伫教会传统内面，教会认为写雅各书的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大家敢知影耶稣的弟弟伊是啥物时阵信主的？伊一开始敢有信主？无，有人甲我讲无，对哦。耶稣的弟弟雅各，伊原本毋是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毋过直到耶稣伊互人定十架，过活了后，伊才开始信讲，哇，伊的哥哥耶稣其实嘛是上帝的囝，是要救赎人的迄个王。所以接续伫几十年来的时间，伊就慢慢成做以色列耶路撒冷教会上界重要的一个领袖。伊踮耶路撒冷推动迄个所在搁较侪犹太人来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咧，伫即本册内面，咱会当看起，这是一个耶路撒冷上界重要的领袖。和正教会所讲的教师，这本册内面呢，咱看无到伤侪教育性的教师，毋过就亲像拄仔的分享内面讲真侪实际生活中
咱安怎知影？咱家己即马是行伫对一条路？什物款的声音才是出自上帝的声音？什物款的话语是出自天顶的？什物款的话语是出自人心中的骄傲，还是自私？这是雅各书想要互人知影的。所以今仔日咱要来读的第3章，来做别人的先生。到底什么人有资格来做别人的先生？教会敢会有伤济先生，互真侪声音，毋知影，互信的人毋知影要听啥的声音。这个问题是真实际的。到底咱的生活，若是拄着困境，需要人引出的事，要安怎知影？着爱找啥人？要安怎知影？真侪信用真好的人的中间，对一个人的声音才是咱需要的。什物款的教师、才会当真做性命的引出呢？所以今仔日咱对雅各这位资深的教会领袖的教师来看，伊来看一个完全的先师到底是生做啥物款？所以我邀请咱大家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就是雅各书第3章第1节到第8节。伫今仔日经文的第1节，咱首先就看起雅各讲：我的兄弟啊，毋通做人做先生，因为知咱受较重的审判。所以咱一开始就知影，雅各伊要鼓励一人来做先生，是因为伊知影讲，做先生的人所需要负起更较大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啥物呢？伫第2节，雅各伊点出这个责任的主题。这个责任就是讲，先生用话语来教示，毋过这个话语是爱负责任的，人爱对伊讲的话来负责。所以第二节，伊就讲，若是有人无有言语顶面的过失，哇，这个人就是完全啊。所以咱会当看去雅各，伊家己真做耶路撒冷教会的上大的一个先生，伊知影伊所讲的话，毋是随在讲的，伊知影伊嘛负担一个审判的一个责任，伊所讲的话，伊拢爱负责。伫耶稣面前，伊着爱来耶稣来交代。所以呢，伫第3到第8节，遮伊讲真侪比喻来解说是安怎言语是遐尔重要。遮伊用3种的比喻来描写言语的重要。第一个是要甲姜就是绝环，歹势，这个我真正较念无好。就绝环甲马的关系，佮有茶甲船的关系，佮有火甲树篮的关系。所以这个绝环马的喙内面加的迄个绝环，佮有茶甲船。佮有火甲树篮的关系，互人来看去讲，人的喙齿是遐尔大的一个影响，会影响人整个的身体，嘛有可能来影响整个群体、教会群体的活动。毋过我感觉伫读的是感觉真有趣味的所在，就是雅各伫用遮的比喻伫讲遮的。喙齿的重要的事，伊是哪讲哪负面，就是讲咱会想讲，对啊，喙齿介讲的话介重要啊，伊会当讲好，嘛会当讲歹。毋过对圣经来看，伊对一开始马的比喻、船的比喻，到火甲树篮的比喻是感觉迄个喙齿的
力量溃烂是愈来愈无好，愈来愈严重。到第60到第80，对遐来看，雅各一定看喙齿是甲不义的世界，无停歇的歹物，有死的毒满满，是遐尔恐怖的物件，是无有人会当压制咱内面上垃圾的一个所在。哇，咱知影讲喙齿，我想讲有会当讲好的话，嘛会当讲歹的话，是安怎？雅各到后尾。煞讲哇，迄是人全身躯上界垃圾的所在。煞无讲一点点喙齿嘛会当讲好的话啊。是安怎伊比喻安尼讲呢？我伫灵修看即段经文的时，我认为雅各伫遮甲喙齿的歹讲到遐严重，完全无讲喙齿正面的好处。是想要说明讲，其实完全无有人有能力伫喙齿顶面完全。伫第20节，伊嘛讲到伊家己伫真侪方面嘛是有绊倒的，嘛无完全。介绍伊嘛承认讲，伊家己伫喙齿的顶面嘛毋是完全的，嘛是会有过失的所在。所以对安尼，咱若是倒来到一开始的问题，就是什么人会当做先师？是语言顶面无有过失的人吗？是真会讲话、表达真好的人吗？看起来毋是安尼，因为伫经文内面介绍雅各根本感觉无有人会当约束家己的言语。到完全的标准，连伊家己嘛拢袂使。所以，若是有人想要靠言语的文字，也是才调来诚做老师，对雅各来讲，这介成是无可能的代志。言语对雅各来讲，介成敢若有约束的一个可能。讲的话，介成愈少愈好。所以读到遮的时，我就想要问讲，这个喙齿的不义，这个喙齿的过失，到底是指甚物？是安怎？当雅各讲起喙齿的时，敢若讲哦，这个物件无好，爱家己约束，却无讲一点点这个喙齿的好处。咱若是想要知影这个答案，就要需要搁较进一步来读下面的经文。伫经文的第9节到第12节，雅各有讲开始解说讲，啥物叫做喙齿，也是言语顶面的过失的不义。伫第9节，咱会当看去讲，雅各看言语顶面的过失，是指共一个喙。会当发出2项的话语，一面这个喙会当讹了上帝，一方面伊却会当咒诅有上帝形体的人。伫遮咱会当看去讲上帝雅各伊使用创世纪的一个字，就是款式。就是照上帝的款式来创造的，这个款式是一个创世纪咧使用的这个字，所以伊特别是要想要强调讲，咱人会当学了哇，上帝创造天甲地偌水偌好，毋过一方面，上帝创造的人却无办法讲哇，这个人介水介好，却定定伫人的后面讲三讲四，讲无好听的代志，所以对雅各来讲，这是一种虚假，这是同一个喙，却讲2项完全后面的信用无共的物件。伫第11节到12节，雅各搁用3个甲大自然的比喻来解说。
人的喙会过食，就是水泉、无花果树，阁有葡萄树的比喻。若是有一丛树啊，讲哦，我是葡萄树，结果我结的果子是无花果，迄就是表达讲，迄丛树啊其实毋是葡萄树，这伫自然来讲是无道理的。所以伊对安尼自然的一个道理，上帝创造的道理，来互咱看去讲，若是有人的喙讲起来的话，听起来真好、真善良，毋过后面结出的果子却是千分万分。咱就需要来想讲，即句听起来真善良的话，可能毋是出伫好的一个意图，可能是出伫一种虚假，也是计谋的一个讲法。前几阵仔呢，我有伫看一出戏剧，就是公视所演的一部戏剧。迄部戏剧呢叫做《你的囡仔毋是你的囡仔》，敢有人有看过？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哦，可能有的人有看过，有的人无看过。毋过，这个戏剧呢是啥物款的戏剧呢？伊内面就是有就是这个戏剧是对一个家庭教师，伊去无共的家庭来家教，来写出来的故事。啊，这无共的家庭内面呢，拢有一个相共的困境，就是这个家庭的妈妈，拢对囡仔有真侪无好的期待。啊，这的妈妈呢，因为对囡仔有介悬的期待，所以用疼、用照顾来控制因家己的囡仔，来满足因家己伫人生内面的欠缺。就比如讲，有一个妈妈，伊是会当做教师的做教授的一个妈妈。毋过因为伊为着家庭，阁有照顾囡仔，伊就放弃伊会当做教授的即条路。结果伊反倒转来要求伊家己的囡仔讲：哇，我生的囡仔遐尔啊聪明，你着较认真嘞。你妈妈以前是会当做教授的，你嘛会当教我相共做甲遐好，所以着一直要求伊的囡仔，就是爱亲像伊安尼优秀杰出，就亲像安尼的状况。所以伫即个系列的故事内面，遮的妈妈上界时常出现的一个话语，也是台词，就是讲：哎呀，我为你遐尔啊牺牲，毋拢是为你好吗？我遮尔啊拍拼，就是希望你会当成功。你是我的囝，我当然听你。只要你照我的话做，就一定有办法。所以，遮个话语看起来，介像充满一个母亲的用心甲支持。毋过，若是看遮个戏剧后面所演的剧情，就会知影讲，哇，即几位妈妈因的囡仔其实拢真痛苦。因每一个人拢充满惊吓、自卑，甚至有的人想要死的念头。毋过，伫遮个戏剧内面的妈妈，看到因的囡仔安尼伫升学压力内面来受苦，却介像无看去共款，想讲啊，时间过，这问题就会解决。啊，因就继续来要求因的囡仔。所以伫戏剧内面，遮个囡仔每一日听妈妈甲因鼓励督促的声音，其实心内是非常的毋知影家己所活地的价值到底是为着妈妈，还是为着因家己。所以我诚做一个看戏的人，所感受到的，就是讲，戏剧内面遮个妈妈，
喙拢讲疼。毋过所带出来的效果，却是伊家己的囡仔无想要继续活落去。安尼哪会当讲家己真正疼家己的囡仔？哪会当讲遮个妈妈真正关心因家己的囡仔？戏剧内面遮个妈妈到底所爱的是啥物呢？是因家己的成就，因家己的一个理想，还是真正关心因囡仔的痛苦？我举这个例是想要分享讲，雅各所讲的虚假，就亲像是安尼的代志。任何的话语，拢需要互这话语的后果来检验。所有的话语拢会当讲甲真水、真有信用，充满疼，充满上帝这个伦理的标准，拢是为上帝来做，为着疼人、疼你来做。毋过若是出来的后果，看无任何疼的果效，这是啥物款的问题？对雅各来看，这就是人的喙齿所犯的上界恐怖的虚假的过失，就是用正确的话，却无法度为着性命带来好的帮赞，甚至是有歹处。我阁讲一个我家己的故事。我家己向我的男朋友冤家的时阵，因为我就是我的个性较袂爱向人冤家啦。伊若是生气起来，通常我拢真紧就讲啊，是咧啦，莫遐尔生气。一开始的是我的男朋友会失咧好啊，安尼就好，安尼就煞。毋过我会失咧久啊，伊开始愈来愈生气，因为久啊，伊听出来我这个失咧毋是真正在会失咧，我这个失咧又感受到我是无想要搁听伊讲啊，想要甲伊应付伊的情绪，所以就紧甲伊讲啊，歹势啦，安尼就过去啊。所以久了后，伊对我含伊会失咧，煞愈来愈感觉无欢喜，因为这界先是表示讲我无一个含伊沟通的一个意愿。啊，伊有一摆冤家是就甲我讲，你拢真会晓会失咧，毋过你到底知影我在生气啥无？吼，啊，我家己听伊安尼讲啊，我就开始想，对呢，我有时会失咧，是想要甲伊应付尔定。啊，我做一个查某囡仔，就是想讲啊，就是先柔软啊，先甲人会失咧，安尼迄个气氛就较好啊。其实有时是惊遐含伊搁较深来了解，也是来沟通。所以在读今仔日的这个经文的时，我才知影，我嘛想起即件代志，就是讲，我这个失咧，其实是一个虚假的失咧。其实这个失咧无法度为着我和我的男朋友的关系搁较深来有新的了解，却是互伊感觉无受到了解，却是互伊感觉无受到关系中的疼甲信任。所以真侪看起来好的言语，其实后面的心思意念，可能是一种自私，也是心内的软者，无法度倚靠上帝来面对真实的状况。所以对遮来看，咱会当知影讲，既然一个人无法度对一个人的言语来判断伊敢会当成做咱的生死，安尼人搁会当对啥物所在来判断？咱生命中应该爱军队什物款的声音呢？若是人讲的话语，有时是好是歹，是遐尔啊歹判断。安尼雅各要安怎教咱教是讲，好的老师是伫倒落？安尼咱着爱煞只看经文第13节到18节。雅各伫遮真清楚来讲着伊的看法。伊讲：恁中间一twe有智慧见识的啊，
着用智慧的温柔，对好的品行来显明伊的所行。到第17节，独独对顶面的智慧，一是清洁，要的是和平、温柔、好商量，有灵敏甲好的果子满满，无偏袒，无假好。所以对雅各来看，一个好的老师，毋是对伊所讲的话是偌有道理，还是偌厉害来判断，却是看伊对平常时伊的生活，敢真正互伊周围的人带来一种和平，一种温柔，一种好商量的态度。所以，若是倒转伫第3章第15节到第16节，伊嘛讲起啥物款的状况，就毋是一个咱应该爱军队老师的状况。伊讲，恁心内若有恶毒的怨妒甲争执，即颗智慧毋是对顶面人的，是受伫罪、受伫邪气、受伫魔鬼。所以就是讲，咱会当听啥物款的声音，就爱看讲，遮个声音敢会当真正为人的性命带来一个好的品质。遮个声音敢会当伫人的性命的实践中，来培养出好的果子。好的果子才说明讲，哦，这个人有真正的智慧。反倒转，受伫地上的智慧，敢若会当生出冤家、动乱、甲不义。所以，什么人会当做先生？其实，毋是听伊所讲的话，可是看什么人的性命真正活出上帝遐来的智慧。所以，雅各互咱一幅图，即幅图是一个人有智慧，伊的智慧就是遮圣神的果子伫伊身上是看出来的。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毋是我靠伊的喙，毋是我靠伊偌好的表达的能力。咱即马的文化其实真爱人真活泼的表达，就亲像电视顶面有真侪名嘴会直直讲话，啊，若是讲话介厉害，就会当诚做网红，吼。毋过雅各遮所讲的有智慧的老师，却毋是即款，可能遮的老师伊所做比伊讲的搁较侪，甚至伫雅各心中，好的老师伊的喙齿是常常受到约束的。所以，若是想要做先生的人，毋是干那追求讲，我敢有好的口才，我敢有办法来教识别人。其实，若是想要做先生，所应该爱追求的是，我敢愿意接受上帝遐来智慧的教示。雅各所甲咱讲的一个好的先生的画面，是伊其实搁较亲像学生，伊真认真在思想上帝的款式。所以即摆咱所读的段落，雅各互咱对先生的一个想象有一个真无共的转变。即个先生，伊其实搁较亲像上帝的学生，毋是讲话真厉害，也是咱即马伫电视顶面所想象的迄款的人。所以，即摆的经文对我家己嘛是一个真大的提醒，就是我所讲的话，嘛爱对我家己的性命来负责。在备办即段经文的时，我想起一个故事，就是我家己暑假的时，转去厝内面发生的一个故事。我暑假的时转去厝内面，我即摆的厝是啥物状况呢？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因拢爱
照顾我年岁真大的阿嬷，差不多90几岁，行动是真无方便。我的爸爸妈妈因虽然退休，毋过伫教会嘛有服侍行动无方便的长辈，若是要照顾，其实是嘛是真辛苦，因为食饭、便所、洗身躯，也是有时徛起来要行，也是倒咧，拢需要人来帮忙。迄就是讲，若是照顾的人，伊的生活会无家己的时间，因为随时着爱去照顾我的阿嬷。我相信咱遮应该嘛是有真侪人有安尼的经验。我暑假转去厝里的时阵，我嘛帮忙来照顾，有时就和阿嬷抬杠唱日本歌安尼互伊欢喜。毋过其实我转去厝才短短几工安尼落来，我就感觉无法度毋过我的爸母已经照顾1年2年我就问我的爸爸讲：“爸爸，恁安尼辛苦的照顾，除了对恁是安怎继续有气力来努力落去的？恁拢袂感觉忝会想讲若是有会当请一个外劳，也是来帮忙，佫较好嘛？”结果我的爸爸甲我讲，一开始真正真辛苦，毋过后来有一句话伫伊的心中，咧甲伊讲话。即句话就是耶稣捌讲过，讲若是做伫上界细汉的顶面，就是做伫我的身上。我的爸爸想起即句话，就想起讲伊照顾伊家己的妈妈，照顾我的阿嬷。虽然介久介辛苦，毋过就亲像在照顾耶稣。伊安尼想，就有气力来继续来照顾落去，就亲像在服侍耶稣共款。我的爸爸佮有妈妈，即马犹原是伫即个无家己时间辛苦的一个生活内面来继续。毋过我爸爸的即个分享，互我到即马犹原真下伫我的心中真感动。我读今仔日的经文的时，就想起即个教师。我知影我的爸爸，伊是用伊的性命在甲我教，在甲我教讲，伊安怎对伊人生的辛苦中间，来有上帝的智慧，来知影伊所服侍的是耶稣。所以对我来讲，我的爸爸虽然无讲真侪话，毋过伊所做的，佮有伊的领受，短短的1、2句领受，就互我知影，哇，上帝的仁爱，佮有慈悲怜悯，就是安尼伫我的家庭内面来成就，是圣神来感动我的爸爸有即个看起。所以雅各书第1章第5节安尼讲：恁中间若是有欠缺智慧的，第5节，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就对迄个白白互正人，嘛无嫌人的上帝祈求，就要互伊。所以虽然咱来看雅各书的时，感觉讲伊内面真侪伦理也是道德的教示，有时造成互人真侪压力。毋过咱嘛毋爱忘记讲，这一切的教示的大成，就是咱有一位丰富富、白白要赏赐正人，佮袂甲人嫌的上帝。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忍耐的气力，拢是出伫咱的上帝。伊所赏赐的，一定会当帮助咱的性命，继续来跑走这条军队伊的道路，直到伊来。所以愿雅各所认捌的这位上帝，每一日拢成做咱生命中的上帝，帮助咱有新搁较新的智慧，来面对生命中的苦难。我今仔日的分享就到这，咱三甲来祈祷。雅各的这本册，互阮知影一切水的代志、善良的代志，这所有的智慧拢出伫你。因为出伫你，咱就会当来知影啥物款的性命是咱会当
军队的性命，什物款的言语是咱会当来听从的言语，帮助阮伫性命的路中，毋干若是伫喙内面来承认，佮确实是心内面完全来相信。咱的手、咱的骹，阮的手、阮的骹，拢会当行出即个相信的画面，就活出你的智慧、计好轨迹的一个性命。阮所不足的，主啊，愿你赏赐；阮所有的，主啊，阮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你。愿你接纳。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